阿诺从小就聪明伶俐，阿爹正在托人准备，今日找个事业郎君。阿爹呀，我不嫁。啊？我嫁了，你孤苦伶仃怎么办呢？小生哥，小生哥，不过倒我有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那将阿爹一起嫁了过去啊！哎呀，阿爹呀！哎，这般时候，苏客官怎么还没回来呀？是哈，这位苏大叔一直在寻找他失散的女孩，3年了，女孩杳无音讯。他是个自报上身，可不要出了什么事哦。哎呀，是呀哈。苏客官，你我甚是慌张，哎呀，累他过啊！为防女追别了，朝夕团香，终因贼马自保，去到破房。他说今有一阵，将我奉作推房。小飞马把他猖狂，我一套传家之宝盘金不上放不成，我去匆匆跑回殿房。此生是何等我娘？此生公才当来坐在御宴去世。哎呀，苏客官，你可藏下他何了啊？啊！此生就是个病，病患难生，是鸳鸯多头，何样的话？一张家园人之死不何子，他挑衅，害我马出地门，去坏人才行。不过帮着他，重整四生他吧。真是欺人太甚！哎，他要是知道你是个自报上身，这……哎呀这……哎呀这……哎呀这……哦，这样吧，你明早一早启程，到万岁府爷，一边访女，一边做点生意。求义大哥，小弟去些大送短棒来。小弟用过了，那就过来取取暖吧。哎。
雷大哥，你一家真是好人呐！十年来访你亲访对里面，恰知道你不在飘江心，才归天滔滔过云飞，家待我情深，门外为暖是情根，我终于去老天，风雨不语，长飞绵绵风外门。苏客官是哪里话？我老太婆死得早，还有什么不问我？哎呦，哎呦，雷大哥，哎呦，哎呀，帽子滑断了！哎妈，哎呦，雷大哥，雷大哥，哎呀，这真是比来黄梦哦！Q 他！抢到哪里去？抢到哪里去？抢到哪里去？枪手在哪里？枪手在哪里？枪手在哪里？你苏克果，苏克果，枪手，你是奉命配的苏克天，我管是换作臣。
他是冤枉啊！三弟一见，手操斧头一把，应当一鼓，内藏赛罗之药，你外观的来。他是一定是一人栽赃掩害。哼，这时候啊，你伸出手来。你往以后挖过去，这不就真相大不了吗？他是，这是昨晚撇大师所杀。不是，分明是与苏六子各对于是所杀，万贯地来。来，大应是好。大师，哎呦，哎呦！满红衣，兄弟，这可是人命关天呐！将刘宗押他监牢。小玉，这可是人命关天呐！小玉，小玉，你从何招来？老爷用力，昨天里桥雷当把过三七，我听得官方说七杀声，我急忙放等官方经理。你还见什么？见人谋杀自作真英雄，那人生存还以如此烈火身高参你苦，你不是不刚才有才，他面对哈哈，我看不清。哼！你不才黑，是我亲眼所见，亲手所拿，1万贯交给。来，将刘小英关下当去。大人，大人，冤枉啊！推他，推他，推他！蓝都的，知府后事，你看这杀人凶手究竟是哪一个？定是刘宋无疑。哼，我看此事用足复杂，扑朔迷离呐！啊？你为何神色慌张，惊魂不停？那刘小英实际杀人凶马，为何与你一般不相？哎呀，知府，你的手这里，哎呀，知府饶命，知府饶命！
对也为了。拿来。什么？你的头。继父，这可是人命关天呐！可以加护这类书。这风险，你叫我无力承担。继父，喏，这是凭风俗献于继父，是算不平浪情。继父，喏，这是有声书成，肉做一则，玲珑剔透，私藏其真，献于继父晚上。就开脱于你，只怕留送不早。像这种事，你也不是第一位了。只要继父略施小计，逼他操控是有可定案。何况我是旁证，也可以有罪人送。你是公差，他是百姓；你是铁证，他是有口说不清。赢得通，赢得通，赢得通，赢得通。丁大圣，新生后杨子夫严天明已到后杨远心。严天明，不必惊慌，她是我的表妹夫。这副喏，
道你应担当，啥能证明玉水湖为父母？谁不为离俗？望丁大圣，前面来到李陵庙。哦，李陵庙，进庙尊呀。老爷，这李丽她是何人？春去时来，他在经过这张应用，这把年龄万年景仰，与一位初生人上金殿为见钦差。他言道：“初杀人当问斩，执法万法理当斩首。今天上他无劫身亡，真乃万世流芳。”禀大圣，欧阳子元加税金见来迎接大圣。有请。是，有请。哦，杨子元加税金，前来迎接年大圣。表妹好，表兄俱为了。请受。谢圣。年大圣身教杨子府，实乃万民之幸呐。天命在所月前，恐为众望。贾大人自立后阳以来，民风可好？大人，这怎么说好呢？反正不西门都叫他假请帖。大人，这是一个封建女子。既说汉冤不可拒之，民女进阶，民女进阶。明日来相迎，看见年大圣。你这民女有冤情，明示到我和相悬衙明告，我是为替你昭雪冤情。你看看，这里乃是荒郊破庙，不是公堂呐。这荒郊破庙，虽不能审理冤案，你我听听无妨。大圣一路为马劳顿，请二见谢谢，我来审问于他。我们一同审问。民女慢慢诉来。青天大圣，我不来送开封宴，众位老臣可在天，被原地。
同心也。看你问天应，问神大，心中听雨，千重怨。莫非此恩故有你？刘松40年过，是下官亲生亲恨，私欲保证，切身自杀。雷松杀人是我亲眼所见，这不必是否不女子？是风是电，那断来，将刘宋文君即刻提到本府，我要并作夜守司。大人一路风雪，身体未送。至于刘宋文君，我名热圣上，请大人明鉴。童儿速去。是。当年青天大起来！乔胜刘宋，设下圈套，骗取口供。哪有事务将口供放他安全自助？表妹，表妹，倒不是献策之宝。哎呀，这娃们是不这样，这孟超乃是私在之物，万一败露，那就等着收你的死吧！啊，继父，只有将孟超送与表妹，哈哈，这事情就好办了。好，来人，
见老爷。老爷要替孙女送，是，带女送。放酒和米，望他孙愿宁静，早些冤情。老爷明镜告曰：岂能娘你蒙冤？杀死苏女子，与你无牵连，来去迎。你回家去吧。他在此话当真？老爷岂能与你说谎？都是亲切他老爷。去吧，去吧。他在小生蒙罪，不怕自冤，不知凶手是哪一个？你不要问了。他生，我恨不得杀他的娘，剥他的皮，放进心头之恨。这么说，你一定要问，一定要问，决意要问，决意要问，就是你女儿刘小英，她已挖了公堂，压在死囚牢里了。你说什么？压在死囚牢里了。他
所有此事我一生所杀，与我女儿无关。怎么是你所杀？是我所杀。那些恶事一不同情，二不偏公啊！是我一生所毁，这可是人命关天呐！只要能与我女儿化别结局，纵使生死万段，我也绝不反悔。当说娘的话别，叫他瓦工，瓦工。
君也在想他的母亲了。兰君，兰君，父妃。莫悲情，谁伤心？何尽从远陪佳音，恰看那西恰子推把心心。你我女相许落天冷。我夫生死过，但愿能有此生。正是个小女，兰君，你看睡不着，去前呀，请老爷歇息了吧。是。日落西山岸，天已晚。老爷你晚上的过寒，开心的胸为你们一片钟情。我对天为这样的好夫君，我陪我用心心跟禀夫人，贾大人到，表兄来了，与亲。有请。表妹，表兄，请坐。谢手。表兄，此次到来，不知于何公务？哈哈哈哈！想当年我寄居表妹家中，多蒙表妹教诲，才得有今日富贵。此举表妹之情，令人感激泪下。表兄，以往之事何劳关为？哈哈哈哈！曾记得表妹有艺术之好，我上京应试之间，曾许下诺言，一经永归，应当约束相报。数年前，有友人赠我梦中一张，收藏至今，今日幸与表妹观赏，请笑纳。多谢表兄盛情，正乃你妹丈为官这记收藏之物，我怎能？哎，想你我兄妹情同国手，怎与外甥相比？况且此玉手精雕细刻，巧得天工，恰是世上奇珍啊！哎，表妹，表妹实不收下，岂不是置我于忘恩为逆吗？也好，我去参日水下观赏几日，完毕归巢。哎，好。哎，我妹上哪里去了？正在县衙里时。哦，莫非上月刘宋安卷？雷宋安卷现在桌上，等你妹丈已经升月。啊，
眉上绿度老灯，深夜里闻都有仿佛明日再生不是。况且今生姑姑独修无事，那昨晚为兄我3月留送我军，就因一时困倦无其大等，将刘宋之弓上与兰都女争执，失落在地上，以致什么？眼睛安全之中没有工厂和政治？在这里，不过这铁证之上没有工厂，又有何妨？不，你没常查按严明，上午莫公旁争必要断定身为私隐，只怕哦，我马上补成就是慢。叔父大你雷人工厂，少不了要定你个到这之策。哦吼，梅上话能把我怎么想？亲真个真，那送你从这查。我来问你，吕宋要按你申请了？申请了，问明了？问明了。也罢，我帮你将这公章和政治放在案卷之中，也就是了。哎，好好。夜里时许多家小心。哎，是。老爷为夫。表妹，你，哎呀，快呀！表妹，你快呀！你快喂牙去吧。哎，是。哎呀，你快喂去呀！哎，是。回来了，李安辛苦了，早些歇歇吧。臣夜深人情，真理离世。看你的身体委屈我娘兰君做些点心送来，与老夫人了。要仔细查看，一字字一句句要求实求念。这一张刘宋史公是杀人犯，风雪夜为盗自保杀他国。这一张来人旁证人自安，他夜上亲手
气，我辈之中自困。自公当真，张不雄气，多举节，铁证是山，这恩之力，改名多。凤儿，请家子月来渡头，来呀你死。我万事小心谨慎细察看远，切莫苦错杀好人自冤。他是江子远请到，有请此回来，取到南京及刘宋也生死，有请江子远。看见大事，免礼请受，谢受。请。刘宋杀人一案是冤事实，还请赐教。证据确凿，铁证是山。大人，小人与刘宋家子一墙之隔，闻听喊叫，使我关去当场捉拿。审问之中，刘宋公审不讳，苦曾用刑。3年2月，他就遭了，为供出了正法凶器。刘宋递刀，带上来。是，带刘宋。快来刘宋，看见他身。素女子在你殿中是后人所杀。讲啊！
你为何将他杀死？将是我结在其里。可有同谋？不，是我一人所为，一人所为。何时作案3更4分，是何凶器？斧头一把。这段子，这是我俩真的是所杀。念真是，却是刘宋断子。刘宋，你还有何话可讲？这样等我女儿接上一遍，我死而复活。用他父女一起，他女儿李丽苗诬告官府，也已威胁见到。刘宋，你杀死自报上人苏女子，该当何罪？我弟弟，我要为所有子偿命。苏有子弟弟，俺弟弟想弟弟，不想弟弟操酸，只想我官少女好千船，恨不得将此人碎尸万段。带下去。
再把
夫妻办牛车，夫人，这牛车从何而来？这是表兄曾与我观赏的。夫人，我观牛车好似我家祖传之宝。啊？你家祖传之宝？真是。天下相似之宝甚多，若是你家之宝，你能否说出此种名字？此说名唤龙凤扮牛座，原
是错，原在谁的手中？原在我放入水中。老爷杀不行，将肉肉放入水中，可见五彩缤纷，又是龙飞凤舞。童儿，取水来。兰君，总算是你家之宝，你父亲早将他变卖或赠送他人，也未可知啊！哎呀，老爷呀，我早有命勋，申报同城，总算犯官进言，也还他不得，怎能轻易奉送他人？这倒奇怪了。难道是贾水晶将吕宋屠在黑名之赃物据为己有了？贾子元前来拜见，来得正好，请是有请贾子元。杀了刘宋心中情，这恩之送此风浪平。哈哈，阿妹上，请受，谢受，请。妹上上身一类，为刘宋杀人一案设计胜利，如今杀刘宋并民分，外民颂扬。今生我得失家业，为妹上把宴接风。多谢神情，这是我在这官场最起与神父也。这是家业，国业也好，家业也罢，今生我是无暇前往了。哦，难道还有什么紧要之事吗？就为此错。哦，这是我送给表妹晚上的。你从何而来？我啊，是你的蓝都队主人。来都队，童儿，传来都队。是，传来都队请接。贾子元，请用茶。请。他只和我有吩咐，
什么？你仔细看来。啊，一只牛头，你何来此法？旁人所称，姓甚名谁？这个出来见我。是我自己买来的。何此所买？珠宝商店买了几只？这是一只。多少银两800两。80两。冬儿，才请家之愿来渡头，后堂歇歇，稍时再来你是此。去。童儿兰菊，老爷，兰菊，童儿与你一同到你父亲门上开棺验尸，寻找牛头下落。是。回来，必须谨慎，不可声张，索取所谓此。老爷，哎呀，夫人呐！那孟超再来再去，再到来多腿的身上，我看他惊慌失措，言语含混，做甚母子断绝。我想，亲这是来多腿心疼丈夫。那从你从这是错杀了刘宋。想此次对于兰君主人之宝相似，但说的是兰君主人之宝，因为这要查出弄错的下落，徐凤错承受承担，那绝可断定是苏家之宝，与凶杀的案有关了。那龙舟点在哪里？不在凶手之手，定在淑女之身上。我一命童儿兰去开棺验尸。老爷，雷宋杀人早已结案，务必死寻麻烦。况且宣上出去生老爷的官身，以我之间不声不响，将这梦中万与兰君也就是了啊！万错事小，万一刘宋一案有错，哎呀！老爷，审账期间铁证十三，老爷并不会对其为于错。何况雷宋一案内老爷亲笔，后来错账，老爷也是亲征圣谕，不是要毁于一旦了吧？生命是他，生育是小，岂不闻胜利诉讼，张国应约，贵才求实求孽，是则是，非则非，算则算，恶则恶，岂能是非不分，算恶不变，黑白颠倒？何况是错杀生命啊！老爷。在我赋予，闭上不言龙舟，也知。
于言辞之事，在所有之会中，发言关键万事。为什么蹦出来是他手中？为什么他左手残缺？问不停，莫非他？英雄儿家父，那刘宋。啥是错杀无辜人，举改举错犯错案，岂能两真凶讨伐王啊？冤魂苦路生官。
只要神界福愿我，天命我分身神功，愿。童儿，他是如何吩咐？看来若做玉团子都与来都头有关，那就将他子拿归给我。慢，是非他的团子尚难断定。你说到后堂，告知家子园来都头，就是明日无事，我要开国念诗，看他们今夜如何应同。是。上当。臣妾大臣，你二婶夜不三更，劫杀淑女之母前，此事为何？因大人明日务事要开棺验尸，下官怕罪律复生，凶蛮诡辩罪证，特与蓝都头前往搜捕。
为何不得衙役？为了年岁紧密。为何结账为好？为何却没把死？这个不，来都头，你屠宰害民，杀死自保伤人，杀虐子，又仗着你与贾水晶的裙带私情，贼赃流送。你二人明知今日无事，我要开国灭世，你等地界隐士也不却没把死，也要毁灭在这万滚地来。大圣以后为证。六女闯子，这个不知为凭。丈夫翁错，这个也难以作证。你来看。哈，那是什么？小人还不清。你伸出手来。我有一次，哎呀，却是来生段子。哼，你自己身上的东西，莫非也身他不成？大圣饶命，小人冤枉。讲，出来！大圣，下官有实言相告，实言相告。讲，大圣。退党。妹上，实不相瞒，那苏女子恰是烂人所杀，家国流松。哼，杀人者丧命，只怕你杀他不得。恰是为何？我与烂人内计上浪求之心，岂能见死不救？你身为元领，执法凶情，庇护凶顽，诬告良民，依法当斩。只怕你也宰我不得。此话怎讲？你想，我这小小七品元领，渺小人小，怎有生杀刘宋之大权？自小淫小，怎有匹夫凶顽之身？痛！莫非你身后有神？当然讲，此人乃是一位哈哈有名的清官，哦，也是个四品之妇。谁？是我的表妹上，我就是你年天妹。你血口呸！谁？哈哈哈哈哈！妹上息怒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得不讲了。是我表妹，你那生死夫臣，为太翁错一掌，将那家珍家公塞到刘宋安卷之中，这才致成了大错。你一派无言。话有你年之福，结果六女之上子，杀不清，问不平，不念受虐之事是草菅人命，你那才匹夫了凶蛮，冤在了刘宋。难道你
揭发夫臣，就没有吞赃枉法，不屑良民之罪。难道你念他人就没有夺责之罪？这张文字再来再去，再到你自己的头上来了。大人，你又何必因何事问你？屠杀一个小小刘松，报死了你我两家的身家性命。你还是你四品之父，我还是我七品元礼。说不定日后还能进阶升官，有后路而不为你。妹上，妹上，妹上啊！滚滚长，切不可过于早，此才贤良真善侣。人世上再不过七十小情，再不盼夫妻和睦到八代，再不愿荣华富贵百年连成。君不见高风亮节梦不根，君不见清官半足接下去，当官披后风华。得把修辞切把须。
将加税金压了下去。正是上当。正是看见老爷，我来问你，加税金趁你入朝之后，可曾有事相求于你？这讲。是我将刘松的工厂和都头的正面，帮他绑着安全之中。怎么啦？那是父爷刘松的家公啊！晚霞，这等彩云啊，为妻万大连城。
上堂，接夫人上堂。悲悲戚戚成功我烈秀。
无听山野愁伤凉是今世覆水难收莫成子，无意头怜悯对姑娘，姑娘啊，我却在了你的屋害得你呀悲悲寸寸好凄凉，可怜你满腔悲愤无此说，空流尽悲泪两。将3万来人加税金押了上来。将来人斩碎在淑女之墓前，将加税金处死在刘守门前，压下去。
女天春。邪气，为父今日不用杀了，天下只为官贼，啥不能年节烈己？道法而不法，当应而不应。天下只千万冤冤，何以得胜？千万个流送流女，与何以为尽？叶气深明大义，为父敬佩。为妻犯下罪孽，理应正此。为妻绝不来，将陈氏发配沙门，3年以后再杀我。将此案件事实成分上报大理寺。他走。将此案件事实成分上报大理寺。是。将我绑了，押送暖监，等待呈